大家好，我係梁卓也。今日咧就分享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我好中意捉棋，所以咧我就會分享國際象棋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就係由1914年嘅6月28號至到1918年嘅11月11號。奧地利咧嘅國王咧就俾人暗殺，俄國咧就爆發咗革命，而美國就在同年參戰，最終迫使德國在1918年11月11號投降。國際象棋咧係一個黑白棋盤上面嘅策略遊戲，有64格，每邊咧有16隻棋子，分別有國王啦、皇后啦、主教啦、馬同埋城堡同埋兵。有冇見過一啲高級比賽嗰時，當人哋行完一步之後會寫嘢咧？係啦，嗰個就係象棋記譜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你哋可以了解得我更多啦。